成为超少年虽然很好，但是人类却会害怕我们。是人类给了我们卓越的能力，也给了我们判断是非、选择所爱的权利。但他们却会害怕自己制造出来的 AI， 这不是很讽刺吗？把握好你自己的身份，为了你的安全，带上吧。隐藏好自己的标记。只要你带我去找袁老师和夏老师，解除我们身体里 Anti-Mosimo Program 的限制，我们就可以去一个只有 AI 的地方，不会有这些讨厌我们的人类。你说错了，我的爸妈还有我的朋友们都不会讨厌我，也不会想我消失。你的爸妈当然不会讨厌你，是他们和隋老师一起把你制造出来，他们当然不会讨厌你。而你的朋友，如果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，还会不会像你说的那样，把你当成他们的一份子？我因为阈值被调高而提前苏醒，醒来之后马上感觉到了 Anti-Mosimo Program 在我身体里都造成了伤害，因此我把实验室的资料都备份了一份，才知道你的存在001。我便知道，我唯一能信任的人，就是除了我之外，也就是你。正因为你不是人类，所以你所在乎的人类，终究会离你而去。我不是你的同类，我也不是001，我是夏承安。你忘了 ，AI 是不会受伤的。糟了，他们肯定又以为 AI 在欺负人了。你赶快回你那2位制造者家里吧，至少在那里你是安全的。我会去找你，别忘了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要不要问问安安的同学呢？不要，这样会引起更大的骚动。现在只有我们知道这件事。安，你回来了。安安，你怎么了？会不会怎么样？你们应该叫我001才是啊。安安，是谁把你的意志提高了？是002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？为什么？那你们为什么要创造我呢？是因为原来的夏承安死了，你们让我来代替他是吗？怎么会呢？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那样也没关系，我能够理解。反正当初你们一定是因为太伤心了，所以才创造了我。只是你们创造的不是人，是个怪物，一个走在大街上，被人骂、被人打、被人驱赶的怪物。不是人！
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是个 AI， 我只是个怪物，怪物！你们知道什么是怪物吗？安安，我的生日。不行，我反对。你说怎么办啊？你说怎么办？飞，真的，这么多年了，该做的我都做了。我知道我做的不够好，可是天地良心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浩轩好。孩子还小，你奢望他什么都明白吗？尤其浩轩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。行了，别说我了。你自己努力了这么些年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他不照样是拒你以千里之外吗？也许，他真的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我这个做父亲的，最后能为他做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把他送到国外最好的学校去，找最好的医生，给他最好的治疗，省得我们一家没完没了的彼此这么折磨下去。可是你舍得吗？医生上次就说了，浩轩已经改善了不少，你这就把他送出国？那怎么办呢？啊，飞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说真的，自从他妈妈去世以后，我真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干得很糟糕。我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。这不是浩轩的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是不是有人动过你的电脑啊？你看。哦，真是啊。原来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，其实妈妈根本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浩轩，你别生爸爸的气，你那时候还小，你爸爸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。那他告诉我实话不就好了？浩轩，你听爸爸说。浩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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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浩轩。
家里的门锁密码怎么还没换？要经常更换才安全。你和玉玉这2年好吗？真的是让你们受苦了。在我确保你们安全之前，我还要做最后一件事，你得帮我。你得帮我找到夏旭还有袁和清。他们在背写搜密码的时候，在里边设计了一个防御程式，一旦 AI 的阈值被调到最高的时候，这个防御程式就会自动启动，不仅造成他们会大幅的下降电量，而且很可能会自我毁灭。现在001和002全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危机。那你先告诉我，这个002，你是用谁的资金，是以谁的名义替谁做的？这不重要。袁和晴他们知道你的投资者和幕后单位是谁吗？徐姨，我跟你说，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知道，是国外的军事单位用了什么手段来要挟你，你不得不在隐藏2年之后出来，让我帮你，是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韩光，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秘密会一直被保守下去的。你满脑子全是科学，没有家乡，没有咱们这个家。如今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却告诉我你拿了国外的资金，去研究什么001、002，现在又让我帮你。帮你去救这个毁了咱们国家、毁了咱们家的一个无有生命体的机器人。它有生命，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机器人，它一样和我们一样有理想、有情感。我这辈子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机器人，是我的梦想。那你就宁可牺牲国家、牺牲我和玉玉吗？你太自私了。不是啊，哎，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。哎，国外的那些研究机构，他们告诉我，他说只要我这样做的话，就能够保证你和玉玉的安全。你走开！